就快到龍抬頭咯喎！龍抬頭係農曆2月2日，又稱春龍節，係中國一個傳統嘅節日。我哋成日話左青龍右白虎，龍係指28星宿入面嘅東方蒼龍嘅七宿星象。每到仲春卯月咧，斗子正東之初，龍角星就係從東方地平線升起，故稱為龍抬頭。古時候嘅人認為龍掌管着降雨，而降雨又決定咗農作物嘅收成，農耕嘅收成咧決定咗人民嘅生活水平，所以咧龍成為咗農耕社會主要嘅圖騰。喺農耕文化中，龍抬頭標註着陽氣生發、雨水增多、萬物生機盎然。自古以嚟，人們將龍抬頭呢一日作為一個求風調雨順、立場轉運嘅日子。古語有云咧：龍抬頭，剃起頭，手中龍，財富有。手中龍係條咩龍呢？當然係條青龍啦。咁呢條青龍上面嘅又係咩龍呢？係正龍元寶。字面寓意咧就好簡單啦，正龍元寶代表生意興隆啦。每個皇帝登基之後咧，都會俾一個前輩嘅名，呢個名就俗稱為呢個朝代嘅年號。而皇帝蘊含咗另外一個寓意係咩呢？係國運行正，生意昌隆。呢句話係咩意思呢？首先喺朝中大臣要正人先正己，立己方立人。對於黎民百姓就係財昌隆，富能開。適合佩戴嘅職業同埋行業有邊啲呢？咁商務啦，做生意嘅老細啦，高管啦，金融類、房地產類啊，銷售類啊。咁如果係打工上班嘅話，我就唔係幾建議。但係咧又適合其他嘅，比如話係元豐通寶啊、元祐通寶呢類型嘅。咁祝大家龍抬頭，春龍節，節龍氣。